马太福音第7章，毋通批判人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因为恁用什么标准批判人，上帝嘛会照安尼甲恁审判。恁用什么量互人，上帝嘛会照安尼量互恁。你若干那伫看兄弟目睭内的柴油啊，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柴箍，你家己目睭内有柴箍，那会当对兄弟讲：你目睭内有柴油啊，我甲你摕出来。假好的人，家己目睭内的柴箍就先摕出来，才会当看清楚，通甲兄弟目睭内的柴油啊摕出来。毋通摕新鲜的米互狗，因为我过来加恁，嘛毋通将恁的珍珠ฮ็伫猪的面前，因为用骹吞踏，球会得到，车会找到，拍门会甲恁开，因为球的就得到，车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有人，伊的囝甲伊讨面包，减会摕石头互伊，还是对伊讨鱼，减会掠蛇互伊。恁虽然歹，也袂晓摕好米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的天父，伊一定会摕好米互对伊祈求的人。所以，恁爱人安怎对待恁，嘛着安尼对待因。这就是律法甲先知的教示。恁着对迄个话的门入去。因为透到灭亡迄个门槛，迄条路好行，入去的人真多；透到活命迄个门细，迄条路话找到的人真少。着封闭假先知，因来恁遮，外表亲像绵羊，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。恁会当对因的假子来捌因，减会当对刺皮挽葡萄。也是对即个挽无花果，安尼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，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，袂结好果子的树，拢着插起来，迄落许，安尼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拢入天国。只有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。伫迄日，有真侪人会对我讲：主啊，主啊，阮减毋是捌奉你的名传信息，捌奉你的名赶鬼，捌奉你的名行真侪神迹。迄时我会明明对因讲：我拢毋捌恁，恁遮的做歹的人拢离开我。所以。听我正的话，搁去实行的人，拢亲像聪明的人，甲厝起伫石盘顶，雨破，大水来，风扫，冲着厝，厝嘛袂倒，因为起伫石盘顶。听我这的话，无去实行的人，亲像戆人，甲厝起伫山顶，雨破，大水来，风扫，冲着厝，厝就倒。搁倒甲真厉害。耶稣这话讲煞，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，甲因的经学教师无共款。